国家女子脚球队27到香港，准备6月底伫印尼举行的亚洲杯资格赛。本地呢，这7月初6登来到台湾，初7搁要再去到韩国参加这东亚锦标赛决赛。不过，女子脚球工会指出讲，中华脚球协会用东亚杯主办单位的机票补助，敢若会当买早起的训练机房，等时登来到台湾休困无到5点钟，就要出发去到韩国啊。咱的这脚球协会是表示讲，目前有伫咧协调训练机房咯。协会是为选手互补，是毋是拄着卡协的例外？女子脚球职业工会官方网站声明，点名中华脚协漠视制度，对选手无友善。因为国家女子脚球队踢完伫印尼举行的亚洲杯资格赛，7月初6暗时8点55分到台湾，继日陪韩国参加东亚锦标赛决赛。按国协会安排初7早起7点半训练机，实际休困无到5点钟。我们比较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，所以大家也会觉得很困扰。这样，协会一开始的说法是，机票要订早班机，是因为东亚杯的大会主办只补助这个额度的费用。工会表示，脚协用东亚杯主办单位机票补助，甘能买早班机做理由，互球员感觉真怀疑，因为主办方另外补助，球员应家己增加体育场费或者是搁下课的时间。体育署表示，知影工会声明，都马上向脚协甲各群中心了解。协会有说明，当时他们一开始是要安排直飞过去，但是球队这边有希望说再回来，考量上面就变成说有回来，但是在时间上面也确实不妥了。宣布球员表示，是要为印尼等台湾搁出发韩国，体育署认为休困时间成过短，无适合。爱国训中心要求脚协赶紧协调补救，将航班调整到7月初7下晡，调整了机票的钱，国训中心全部支援。我们现在尽量都是让球员在下午3点这班走了，现在旅行社在帮我们调票。如果说有分批，大概就是几位行政人员还是做原来的早上下去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没问题，这个事情就善后好。为棒球甲脚球赵树强接脚协秘书长高国辉伊强调，会尽量将服务球员的代志做好。体育署甘乃用提醒国训，每礼拜甲脚协总教练工会代表用线顶会议交换意见，以选手的需求做好相关的安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